朋友嘅查詢，問可唔可以嚟雪糕山呢度參觀。依家機會嚟啦，因為雪糕山森林即將舉行開放日啦！森林開放日嘅日期係2026年1月10日，時間係下午1點至3點，地點係觀塘月華街嘅基法小學。想同森林朋友仔見面嘅你，可以請屋企人登入以下連結，或者掃描呢個 QR code，填妥報名表格。12月1號就截止報名㗎啦，參觀名額好有限㗎，大家記得快啲嚟報名啦！希望你哋都珍